今天大家好，咱要台语来读经先读心经发这般若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发这般若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有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地狱无地，亦无所得果。菩提萨埵，依发这般若蜜多果，是无挂碍，无挂碍果，无有恐怖，远离颠倒妄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发这般若蜜多果，一他妙多罗三藐三菩提，果地发这般若蜜多，是大成就，是大名就，是无上就，是无顶顶就，能度一切苦，真实不离，故说发这般若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般若揭谛，般若经揭谛，菩提萨婆诃。咱准备即马读大本的即本有孔子讲的上即本弥勒救苦真经，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为天，领报济乐灵山地，莲花印证可三世，落在中原三圣地。在净土观王可心，天真修缘挂圣佛，坦太时自点心灯，分雷尽开无地火，天下神鬼不安宁，亲在人间中华庙，修炼圣教归上圣。天花怒鸟随玉线，修缘变化在古东，南北两极天庄树，分缘古迹在中央，怒鸟降下通天桥，无影山前对合同，行仪要上归家体。持念当来弥勒经，用心持念佛来求，
多多今年去超生，昔日世来别用主，用字点撇化成金，每日至心常持念，三灾八难不来侵，要将成佛勤礼拜，相持聪明智慧心，有兄家人何说话，多选意马念无生，努表降下真天就，用心持念有神通，满天星斗多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神红来对报，报诸明堂下必清，三观大地诸比主，下罪天者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千点文波各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四位菩萨救众生。因领36愿咒，五表灵观紧随紧，辅助弥勒成大道，保佑中义得安宁。北方真武为众岁，青练风范显神通，舍地做皮加日月。桥顶新罗七宝星，规定北方为岁首，肃清诸恶挂假定，大求元人用儿女，火光落地化为平，四海灵王来助道，国家相分去定空，十方天兵护佛家，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道三阳弥勒尊，护航铁灵驾下生，修福南严归正宗，东来坐下真言咒。愿下东来大众生，应以刹路上持念，舍神不敢来近身，持念一遍神通大，持念两遍必超生，持念三遍神鬼怕。梦量邪魔化为定，修持劫雷顺路定，念起真言归佛灵。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十口手。今年呢，食茶啊。来念必孝经，天地中孝孝同先，一个孝义全家安，孝顺灵性孝顺主，孝顺主地必明显，孝是人道第一步。孝主下世即为先，自古忠臣得孝主，君选贤臣记孝念，尽心竭力孝父母，孝道不足感谢亲，孝道贵在心中孝，孝亲亲戚莫讳言。少护人间不惜孝，唯心福孝天理还。
诸事不顺因不好，怎知好灵感动天？好德贵顺无他妙，好顺不分入强难。福禄皆有好日日，天将好主令眼观。人人得可好父母，好敬父母如敬天。好主口内有好语，好父面上带好言。公婆上边灵尽好，有乐好来有乐天。入得上明星学校，三将四德好在前。好在乡党人亲近，好在家中大小欢。好主逢人就款好，好话风俗人品端。生前好主声价贵，死后好主万古传。处世唯有好历代，好灵感动地合天。好经好文加好款，好父好母好祖先。父母生子愿为好，领好就是好儿男。为人能把父母好，下辈好主照娘还。当上父母不知好，不好受强莫怨天。好主面大太和尚，入好出地自然安。亲在敬好不知好，亲属知好就会然。好在心好不在貌，好贵直情不在言。好主世家全家乐，好主治国万民安。五国同顶皆应好，一好即是太平年。令好不在因何故？善体亲心是好男，兄弟和睦即为好。阴阳两字把好传，好将干事见真好。好容满面生亲缘，父母相传正义好。好事官赶亲影单，赶紧后来公因快。亲友我好受有天，生前为好方为好。死后尽好多枉然，好顺分家好是福，好生温和好美感。让果贵入上帝好，恶恶反驳好亲缘。为人若是不知好，不如禽兽是可怜。百姓万善好为首，当知好字是根源。良福行善也是好，好中福力超九天。大灾好祸大灾好，好义无穷好无边。此篇故故不离好，离好人伦颠倒颠。良德识别千个好，良德大变万好转。千变万变常常念，消灾免难必好篇。哦，那需要吃茶，该吃茶了啊。
各位真贤大家好吼，今仔来读道之宗旨，敬贤地，礼神明，爱国重视，敦品忠礼，孝父母，重师尊，信朋友，和良人，解恶向善，光明五伦八德，千法五教圣人之二旨，较遵守为公常之鼓励，悉心得路，照假修真，恢复本性之自然，激发良知良能之至善，以立立人，以达达人，万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以世界为大同。礼运在当天，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宣贤以灵，刚信受目，个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助其助，使脑有所长，众有所用，又有所长。官官孤独，废疾者，该有所用。男有分，女有归。其气地也，不必当于己。亦其不出于心也，不必为己。是故无必而不兴。得chấp đoàn diệt vì bất tộc, cổ về hồ vì bất bi, si vì tài tổ. Hai xiong chiên chiều duyên, nó quân hoạt, tài tơ vô hiển, siêng yok hiền tề, tài tơ vô chiến, tuân hiển dịch quát, tài tơ vô miệng, tiêu tiêu bản bút, ngõ bất ti thì biển, kiông miệng quạt tơ, vũ tơ giả, yêu chiêng yêu tóc, yêu tòng yêu chiến, khen chiêng tề tóc, khen tòng tề chiến, nam chiêng đu tóc, nam tòng đu chiến, càng quân liều quát, dì siêng bản bút, chiêng trà tóc trì quán, tông trà chiêng trì y, dinh liếng xiong chiêng chiêng, hiện tề siết cài quý, phù dinh xin hô chiêng, dì sim giao trì, dì sim hô chiêng, dì yok chen trì, xiong liếng khen kỳ yok, dì sim chủ chiêng, tiếng kỳ sim, dì xin chủ chiêng, chủ diễn liọc yok bút chiêng, san tóc xiao biết,所以不灵者，为心离情，欲离欠也，灵欠之者，内观其心，心无其心，为观其行，行无其行，观观其不，不无其不，三者其无，为见其空。观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其無，無無亦無，無無其無，當然相識，執無所執，欲其靈性，欲其不性，即是真情，
真常应物，真常得性，常应常正，常清正义，如处清净，渐入真道，意入真道，名为得道，虽名得道，实无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道。令我之者，可传圣道，若君愿，上师无争，下师好争，上得不得，下得即得，即得之者，不明道德，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为有妄心。必有妄心，即经其神；必经其神，即着万物；必着万物，即生贪求；必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又苦身心，变作毒药，流浪生死。常定苦海，应识真道，真常之道，我者自得，得我道者，常清正义。有当时念者，有当时念者，念者就是迄个人，仁者有仁慈心、爱心的人。咱若读者，就是讲读到遮啥点啥停去咧。好，即马来，这个较长啊吼，啊，即若需要啉茶就家啉啊，好，真很好。来读自主地家结缘，礼明即起，煞少定读，要累为精结，地分辨识，观色问候。必行自检点，一足一患，当师来处不厌，惯思惯理，定念物理为根，以物理有之丢流，无人克之骨正，自方必须强用，见客切勿流连。气枯即而结，换好性金玉，因湿玉而精，凡所如天修，不能化恶，不无量劫，三果六宝，十金道之梅，地理切雕，非归房之福，东方无用顿理。切切切其严重，祖宗虽远，这事不可不行；子孙虽无，兵事不可不托。以心不敌欠福，教子教友而风，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以见晓莫业，无障般疑，见穷苦亲邻，自家文顺，刻薄成家，理无求小，伦常乖顺，立见消亡，兄弟相依，私分多润感，中有累月。以发作殊言，相敬互言，怀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不富了，不成人主，被女得家婿，无所重聘，带色求淑女，无计好廉，见富贵而生险用者。最可体，有贫穷而作交害者，见莫信；
其家界正常，常即常向，处世界道言，言道必实，不是势力，明必高官，有贪口福，而自杀生禽，怪撇自私，非我必道，推非自甘，家道难成，压力恶少，就必受其累，屈之努成，急即可上医，倾听发言，安知非人之亲属，当忍耐三事，因事上精，天知非我之不是，事平心暗晓，是非无念，受因莫无，凡事当留彼地，必宜不宜再往，人有希庆，不可成道即心，人有何患，不可成喜平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向人知，便是大恶，见识而起淫心，何在妻女，力愿而用暗箭，何言子孙，家门和顺，虽用孙不嫁，亦有离欢，国可早完，即龙福无疑，自得自乐，读书自在圣贤，为官心存温国，守分安民，顺时听天，为人若处，事后经验，自辟罗书，自主伫家必言中。哦，新年好，大家食茶咧，新年大家休一下，要食茶咧。哦，较实我当去学三字经，三字经读册读到三字经。哦，啉一个茶，你喘气较顺啊。你念经啊，你读册吼，喘个气较顺安尼啊。新年大家好，即摆要来读三字经。你系讲多未？较要举电拢来吹我。哦。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色相远，故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色明表，得人处，自分下，断其土，道燕山，有义风，教五子，名具阳，用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道，自不学，为所宜，又不学，怒何为？欲不读，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风萧时，亲师友，习礼仪，终究灵，灵魂色，孝义亲，所当执，用事遂，令用礼，第一种，以先知，修孝悌，处见闻，知无数，识无闻，一二十，十二百，百二千，千二万，三载者，天地人，三公者，日月星，三公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
发春夏，发秋冬，处暑时，分北强，发南北，发西东，处暑风，应河中，发水火，木金土，处五行，本河数，十干者，甲子贵，十二支，主子亥，发风道，日所田，发赤道，东中权，赤道下，分乱极，五中华，在东北，发江河，发怀济，处暑朔，水之基，发大华，上行行，处五岳，山之名，发殊龙，发高兄，处庶民，国之良，发仁义，配地信，处五常，不用文，地所生，有草木，有植物，遍水鸟，有江湖，有鸟兽，有动物灵为主，鸵鸟属，历史节，处六国，人所食，马牛羊，皆犬死，处六条，人所属，发子午，发爱父，爱恶欲，七情库，清赤红，激迫迫，处五色，木所食，生苦甘，一心甜，处五味，口所含，尖椒香，一生锈，处五臭，必所受，豆土极，木色金。是足，乃发金，发冰霜，发气忍，处暑生，以条协，各精左，父而亲，亲而主，主而孙，子孙，自然经，乃九族，人之伦，父子宾。夫妇祥，人则友，地则中，中有事，友以平，君则定，臣则忠，处十义，人所同，当顺事，勿违背，斩自吹，大小公，子嗣满，五福昌。第六者，欲出所，果良业，金不负，非殊合，人强尊，气色义，刚说文，有歌文，大小断，礼初记，不可乱，欲公克，苦机还。但落山，灵机缘，还粉梦，出江球，上粉果，名故毒，为学者，必有错，小学中，记述书，论语者20篇，君地主，记善言。领主者，七天子，刚得节，说仁义，作中庸，乃空气，中不偏，庸不逆，作大学，乃正主，自修者，自平地，处书属，好经风，如律经。树科托，诗书业，礼春秋，贺六经，东讲求，
有连山，有归洞，有昼夜，三益上，有颠簸，有混客，有世灵，诸之恶，我就讲度量，度条咧，度量观，尊地体。大小大啊，诸礼记，出圣言，礼乐地，或国风，或雅上，何数诗，东方应，史记亡，春秋作，古伯变，结善恶，三团者，有公羊。有则事，有国良，应记名，方学主，绝其要，记其数，我主者，有顺阳，文中主，入罗中，经主通，托主数，可舍下，地将死，主希农。四方地，二三行，地上世，当有无，二二地，将一顺，清性世，下有有，将有空，有文武，清三王，下团主，下天下，主必在，天下下。通法下，国和相，六必在，至九王，九武王，数地丢，八必在，对中有，九德东，皇宫对，天干波，上有水，四春秋，将建国。五霸强，七强出，平真实，四坚定，团二世，初汉经，各作经，汉业见，至孝平，王莽传，公武兴，为东汉，数百年，将夷县，为上我。经汉鼎，二三国，吸两晋，宋节节，苗鼎盛，为南朝，多金陵，北元魏，分东西，武文州，李歌节，大治水，七科武，不再还。七通俗，东歌作，体艺术，都随乱，通国基，二十环，三百载，鸟灭之，同乃解，鸟当尽，入汉州，定五代，皆悠悠。严上兴，châu州县，十八环，南北郡，辽以金，皆清地，元列金，绝宋世，以多讲，辽现代，90年，国作会，盖太祖兴，国大明，二皇武。多金陵，大圣祖，天眼听，16世，至庄真，观音树，叫如林，李创坤，新奇魂，清世祖，定经明，净树风，刻大定，有空阳，立天家。民安富，地质化，得含干，变乱起，施应法，
了道彼，当公何传统欲，传九地，万千别，得明行，会地者，立宪法，建民国，保金属，专在主，在地乱，地形衰，处虽还，福有处，主其一，汉书字，何后汉三，国字数，兼正经，参通鉴，学术者，可信乐，同古今，欲亲睦。少而上心而为，少而书，色而书，色强明，书行朴，古圣贤，上钦学，调中令，托罗伦，历记事，学车勤，披波变，下跌板，必无书。请地面，求炎凉，水气过，必不cầu，主贫苦。如龙吟，如应刷，沙水平，阿不断，如虎心，如挂煞，心随流，如可读。陀罗传27，四法本，学术者，必易诺，有慧体，逆小生，离多书，欲良和，不识字，对大庭，亏得书，必记行，重情。逆小生，以立志，行8岁，令应试，第7岁，令父皮，必应我，人清皮，逆游学，东校志，大文医，令变形，下德温，令应吟。必入主，请聪明，逆男主，当主景，当流岸，方7岁，记心堂，作应如，必随依心学，念地，有为者，亦若之，劝修也，皆殊信，过不学。格为人，含破师，方良密，人不学，不如物，有而学，壮而行，上帝君，下德民，上明星，天父庙，公义节，如意好，人为主，金万盈，我教主。为一经，勤有功，义无益，盖自在，利人力，三如经中。感恩啊，感恩哦，90外岁拢真会哦，做帮单主啊，哦，90外岁帮先生，哦，80外岁，哦，这真年呐哈，还准备大家斗帮忙啊，来学三字经啊。互我拢甲迄个帮单主学习的哈，有点仔一寡字学了无解正，安尼请了解一下，有一寡音叫走伊无解标准，请了解一下吼。咱国语真年大家好啊，大家足用心吼，大家足认真的吼，坐足久啊，到遮读经读三字经，读足侪经典吼咱真诚心诚意来读经吼。咱有一点点功德吼，要回向咱的七世父母，咱用心认真来读经吼，有一点点功德，要回向咱的七世师长咱
诚心诚意，头顶有一点点啊功德，咱要回向咱的观亲祭祖吼，啊头顶的功德，要回向咱家己本人啊，对哦，咱大家身体健康，啊心情平静，无烦无恼，啊拢会当顺顺事事吼，来遮头顶吼，啊有功德回向祖先啊、师长啊、观亲祭祖啦、家己本人啦吼，对哦。哦，安尼大家拢欢喜哈，安尼感恩。哦，拄拄伫家。感谢这个回道科地。回道科地。了。哦，是，哦是，哦，咱90外岁老前辈吼，关山主哈，关山主。哦，90外岁都用功哦，精神第一名哈，啊这哦这研究甲知影讲，迄个叫版本无相共，啊字无相共啦。哦，都用心的对，这真正样呢，即摆看到这本哦，能人出版社出版的《三字经》顶10种合刊。哦，伫迄个图书记载圣言的后壁接，回道科地，为观心存军国，啊，个下骹佫有基地新有这两古代无研究伊啦，因为那是真是非研究主吼，经验就叫我主比较经验中。对哦，啊边咧，哦咧印迄个册啦吼，边咧印哦，啊才为无研究伊。对，有诶拢会减字，就是安尼哦。所以咧，读个经册有当时啊读袂顺，就是可能需要漏掉伊，哦，需要减字安尼。哦，啊，咱今年会当食茶啊，行的吼，啊，若要搁学哦千字文咧，当来听啊。若要搁来学千字文咧，当搁来听哦哈。对，他拄仔听迄90外岁哦，好，90外岁前辈都用功的呐，研究即个做主治甲结缘发现讲最后迄3段，才行到最后迄3段，啊这学书记载圣言后壁还佫有4字咧，起道科地，就是讲去考试中状元，啊来为观心存军国，后壁还佫有4字。啊，后壁佫有4字的哩，讲啊做去给人家去计算的计较的计，身家性德的身家，对，就是讲做官哦，做官爱公义的心啦，袂使干那自私自利。啊读书记载圣贤啦，毋是干那为着要考功名啦，对。读册毋是讲干那为着要考取功名啦，啊做官毋是干那为着要家己的利益啦，所以咱会讲读书记载圣贤，为观心存军国，对哦，真咱即才知影呢，感恩啊哈，90外岁迄前辈方大主咱参加这读经甲互较教导感恩功德回向前贤啊，有咱前贤的做祖先啦，师长啦观亲祭祖啦家己本人身体健康心情平静好，对啊，咱的前辈才用心咧抄经的，这字会伤这字呢，对，咱话可能要是大人抄的爱字较大字的啦抄出来字色金色的呢大姐好，爱讲大姐好，大姐好，也用心咧学习，佮看迄个做越南文的经典的呢，对佮参加迄个参加法会欢喜崇德单位学习呢，好，这个手机看到的是越南文吗？
这个也是越南文哦。哦，他怎么找出来的？要打什么字去找？有越南文的那个，哦，这么多资料呢。哦，他从哪里去找？赖哦。